文法是大本领，文最要算是机敏，别人的名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名儿算得真。先生，那侬要详详细细、老老实实个说来啊。好，说不准啊，水球，走吧。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奉人，早明日孙，妈妈听到。祖上内明20日，明里规定10中3。他祖上家你人无问，市里人家常人人。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常常争，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姐无妹多一生。一句2岁娘娃抱，3句4岁离娘生，5句6岁无关看，7岁8岁上校门，9岁10岁与文昌官，11人到年，12岁到17岁。哎呀，妈妈！做啥？17岁上有在心，在心？哎，可有啥个在心啊？17岁明白天高心，无风起浪不逃生，少中见人来上爱他人家一门门，只有知名能道声，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，苦逼瞎子多作强，仆人过岗喜万分，赢得红来喜心脏，罗凤少女40人，男无品经为调剂，女无美珍世人情。哎呀，醉我，哎呀，先生啊，哎呦，这个，先生都算个，哎呀呀呀，哎呦，先生，对不起先生，哎呀，我先生，侬算个啦，这个妇女讲的是一式一样的。哎呀，妈妈，先生对不起先生啊，哎，先生，后来有那个讨你，哎，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啊？对我顺利。17岁到18岁，哎呀，妈妈，又做啥啦？18岁遇逢大难心，老有自在飞来后，人人官司家在身，明白小人恩相爱，谁却怨命难人。我那巧思的官人啊！
个孙民恩相传，春为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名是万好啊，是万好啊！这女儿是万好啊！幸亏玉梦贵人心，贵人相聚得容生。18过去19春，独尊青龙交好运。今年正到20一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我下夫妻苦相为，苦尽荣愿得婚情。一生中啊不是那天，我便落上红皮哑人，我女婿死了3年整，那与人死最不生分。不对哟，说吧，妈妈，你们许得不相信，我此命顺来一定真。他命中实在不该死，我今晚在是狼人。妈妈，里面是热热的可。喏，是我的个女儿啦。先生我老实告诉侬，刚才算个农民，就是我的个女婿啦。哎，冤枉死了，已经有3年了。妈妈，岂有冤枉，因我不去申冤告上。哎，不得告上少爷嘛，提起告上我亲呀啥，我母女几次去喊哟，哪里张当全是他，我冤呀不呀，见告别呀，这都是那凡子做成呀。妈妈，那就在往上告。哎呀，先生，跟俺家到4个地方去告你。妈妈，我一路迎来听人讲，有一位新人情愿出京房，明日如果到海宁，你安远带人去告上。为官清正理扫荡，天命不是不寻人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这人我大人真是个清官。是啊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告得正。哎，跟俺到就要去死你！哎呀，这到4个地方下长子去呢。长子，我为谁呀？啊？这先生我为谁长？为谁呀？那就请先生今晚家长长子了。好，弟兄啊，俺就独自别来。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弟兄啊，快去先生母我。哎呀，干好了先生。他被蟑螂所害，这冤枉嘛！刚才水命都已经算出来了。3层老诉冤情，字里行间血
不是写长子是生门，明日里定教日子佛法里。上一写好，妈妈请客。哦，好个好个。哎，弟弟啊，我得去今年来年自己看看想到地不对啦，快去快去呀！先生，这人我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亲自随明日见，孤存天命无私。妈妈放心如是。先生，要是长子高正，那个女婿生了冤枉，可俺一定要好好的下家门，妈妈，我下家门了。妈，今天这嫂子写的真好哦，新手新了，辛苦了，我明天接他。哎，先把你三傻子的送去见神吧。哎呦，还是我个闺女想得知道啦。哦，先生，我里病苦，没动电好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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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啥子得送给先生，别别俺的妈妈不用，妈妈不用，去吧，读书吧。哦呀，多谢妈妈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弟弟小意思，不要客气了啊。先生啊，子我特的啊，子我特的。妈妈，这下子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这是做啥啦？收下子人的夫妻相会。刚刚就没好，这光明到底是发牢这个啦！阿嬷，妈妈，苏明先生在哪里？走了，走了。那，这床子下得不得？不，这好像是我关正的